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满珍，欢迎收看《南方特搜报》。准成果酱男孩的林伟勋，今年在英国世界果酱比赛中拿下金牌，而他的新店7号在新营正式开幕，可说是双喜临门。市长黄伟哲特别到场祝贺，并呼吁大家要多多支持台南的在地青农。由台南市农业局辅导的青农林伟勋，因为采用东山咖啡、柳营、柳丁等在地农产的原料来研发各种果酱，去年英国世界柑橘类果酱大赛已经拿下银赏，今年继续努力，更是打败3500位参赛者夺下金牌，相当不简单。同时，他也回到新营展店，如此双喜临门的好消息，市长黄伟哲也特别到场祝贺，肯定他的技术为台南和台湾做了最好的行销。很高兴今年得到1金2铜，然后去年跟前年都有得到好几次银牌，然后还有铜牌，但今年是金牌，终于我想其实铜牌已经很不容易。刚伟勋讲3500罐的这个比赛来参赛，只有12个金牌，所以这很厉害了。所以说这不是5个人参赛的金牌，是3500个那当然是分各组所以谢谢伟勋来为我们台南带来这么好的这个荣耀。那也祝福我们伟勋的新店开张刚刚看到大家都贴红纸了那个新店开张能够这个大卖。研发果酱长达10年的林伟勋，在多次国际比赛后终于夺金，让他相当感谢一路上帮助的贵人。同时，他也选定新营地方创生基地来开店，和市长一起宣传金牌果酱。柳营农会跟那个一开始农业局，就是我创业的第1年，就有派人就是协助我去参展或是办理各项活动，真的感谢他们。对。然后就是有人很想了解，就是这次比赛，就是主要就是评审会以那个果酱的颜色跟外观，还有那个味道还有那个滋味来评分。然后他们觉得我们的食材就是非常的优质，就是像台南的橘子柠檬还有咖啡蜂蜜，就是非常的独特，因为国外没有这些食材，像我们的橘子的品种，其实就是国外就没有。对就是真的很感谢大家帮忙，就是第4年才就是终于夺金。对，谢谢大家。凭着金牌果酱的魅力，相关系列产品都已经上架，欢迎民众采购预定，也给台南青农最实际的鼓励和支持。记者郭文吉、何乔芳台南报道。高雄左营南门古迹是高雄市重要的文化古迹之一，然而圆环附近不仅灯号交错，造成行人与汽机车相互等待，非常危险。高雄市议员李雅慧也针对此议题表达自己的看法。高雄左营果贸市场除了有小香港的美称外，邻近的历史古迹南门圆环，可在交通动线上却有着八卦阵的称号。从谷歌地图俯瞰，还真有点那么像。居住在当地的民众也笑着表示，常常有外县市的朋友初来乍到，想看看南门历史风采，进得来却出不去。刚来也不太知道怎么走。可你要是外县市的朋友来找你，就会比较麻烦了，可能就会一直绕圈圈进不来，绕进来出不去之类的。我们南门圆环其实是相较于其他圆环非常复杂路况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圆环它是一个六个街道的这个道路集结的一个圆环加上它是有大圆环跟小圆环那在交通号志上常常其实让机车主跟这个汽车开车主就是不知所措。那所以在那个地方是在当地的民众反映是非常经常听到有车祸的声音那所以源自于就是当地民众的一个反应，希望说这个地方能够积极的来改善。那过去我们会从它的红绿灯号志的方式来做调整可是这样子的一个车祸的状况其实并没有改善很多。
接近南门圆环的同时，汽车只要顺着灯号走是没问题，但是行人若是要靠近南门古迹，恐怕就得伤脑筋，因为只有画在地上的斑马线，却没灯号可遵循。在汽车陆续通过的同时，只能望着南门星探，甚至一旁的斑马线已经亮起行人可通行的绿灯，行驶而来的机车为了避免后车追撞，只能选择先行通过。至于斑马线上的行人，就麻烦先等等吧。因为它这一条路可能没有红绿灯，是，所以要等机车跟汽车的空档才能经过。看起来不太适合走路行人通过，有点危险。在这个南门圆环，它有建成计划的一个的整治的一个工程哈，那再加上说新台17线最后1里路的节点也在这个地方，所以说我们做了一个通盘的考量之后，认为那个地方圆环其实可以把它从原有的圆环改成大十字路口型的这个路型来并彻底改善这个交通很复杂的一个状况。而随着左营建成计划的启动，2024年将开始动工，东门也会与南门相见欢，届时绕圈圈的环绕式交通也将被大十字路口取代，而这也表示南门古迹也将和民众更加亲近，相对它能够保留更完整的一个历史风貌因为我们会将这个南门它包裹到我们整个围墙这个建成计划里面，所以它会变成一个跟原来的这个南门边陲的这个公园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连结，而且可以提供民众更多的一个休憩的一个空间。现在目前是跟大家来做讨论当中那西部计划其实都还没有进行这个也要在议会上继续得到议员的支持我想这个计划其实对于当地的这个整体的交通也好，或者是说发展也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改善计划，所以我想应该大部分议员是会支持的。左营南门大十字路口的规划施作，整体经费高达1亿多元。李雅慧也希望议会同仁可以取得共识，让工程顺利进行，使得左营旧城古迹有完整性的连结，交通动线也得以更加顺畅，民众也不再有距离感，并且更加方便安全。记者李佳龙高雄采访报道。南台科技大学数位设计学院毕业联展12号隆重开幕。总共有5个系，展出106件作品，充分展现学生的思考创意。其中担任这次毕业策展的郑明德是原子少年成员，他也代表数位设计学院接受本台记者的访问。就读科技大学学生就是希望培养他们理论和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透过产学合作，让学生毕业就可以顺利就业。南台科技大学数位设计学院112级毕业联展，联合5个系展出106件作品，每一件都是学生创意思考的成果。当然，在创作过程一定有很多不确定性，所以他们就以拉拔的几率和变动的角度来作为形象设计，也强调他们有信心突破困境，走出自己的路。我们是今年5系联合毕业展形象策划组的形象组，然后我们的组名叫不一定 uncertain。我们主要在诉说毕业过后即将面临人生下个阶段的大家，我们试图以社会新身份的姿态冲撞接下来的挑战，而过程中充斥着各种变数，也存在着不一定。然后我们视觉以这个几率啊、变动啊的形式，比你下一阶段的挑战是多种可能性的。不一定这个一词常出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嘛，就像我们学校本来是南台工业专科，但是经过时代的变迁，拓展出各种科系，然后不一定只有单一面向。就像我们毕业过后，也像我，就是其实读设计这么久了，其实我是原子少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其实我是去当歌手的，所以万事万物真的是不一定，但是我们自享受过程的大家。其中创新产品设计系因应高龄化需求，结合人工智慧的侦测，希望让老人透过标准动作来提升肌力，也避免运动伤害。他们的作品已经入选红点设计等大奖。我们跟市面上的产品不大一样的地方，是因为我们多了压力感测以及 AR 的侦测框。
让长者可以更准确的去做运动。与市面上不同的是，市面上大多是属于单一性的运动产品，那他们在使用上的话，就只能做单一性的训练，而我们是采用多元的组装模式，让长者可以透过我们多元的组装模式，搭配 AR 的音乐互动，来提升他们的运动选择性以及训练的目标，然后符合不同的使用者的需求。该毕业联展在台南展出以后，5月也将到高雄、台北参展，欢迎民众亲身体验学生的创意才华。记者郭文吉、林银庚台南报道。树德科大产品设计系毕业展览，今年以人本精神为设计主轴，希望将设计回归生活需求，解决日常生活中会碰到的各种问题。学生发挥创意，共展出38件作品，从环保、动保到亲子议题都一一呈现。树德科大生活产品设计系112年毕业专题展览正式揭幕。今年以聚焦模糊为主轴，以人本为精神，展开生活中会碰到的各种情形，将这样模糊的概念透过学生发想，转化成能解决问题的实体作品。因为我们平常的生活过程中，其实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这整天的行为里面，其实会遭遇到各种不同的行为，然后接触到各种不同的产品。那我们生活产品设计系其实就是希望解决人生活中的各种行为，而且是利用产品来解决。学生在定自己的作品主题的时候，他必须思考说，他到底要解决人什么样的问题。其中一件作品以旧衣回收箱为灵感，考虑到环保及环境整洁，将旧衣依照材质感应后分门别类，回收后民众也能获得点数，成为一个友善互利的循环。我们会看到这个画面，会先请你点一幕。然后他会请你放置一卡通或者是扫描 QR code， 然后他就会请你将衣物靠近扫描处，然后我们衣物扫描处在这边，然后我们扫描之后，他会告诉你要就是要投哪一个孔，然后投就是它会有对应的口，然后这个是牛仔布，然后他就会告诉你要投这边，对，然后这个对应的门就会开启，然后投入之后，它会直接掉入到这个桶子里面。假如不需要回收的话，就按结束回收，它就会告诉你已经储值多少的Eagle币。Eagle币它可以用到我们之后可能会跟一些店家合作，会有一些折扣，或者是拿Eagle币去换我们的产品。产品设计衍生到家庭和学习议题。另外，这件作品以亲子和食农教育为核心，打造出一张融合植栽和家庭互动的多功能木桌。我们的桌子采用的是透明的桌面，然后我们可以直接观察到植物生长的状态。我们的植物都是模组化的植栽盆，所以当它如果需要你种很多的话，一个是可以有25个植栽位，所以我们一整张桌子的话，总共可以有种150株的植物。然后我们种完之后如果觉得需要记录一下，我们桌边柚子抽出来之后，这里抽出来之后就可以记录学习，会让小孩子以自己的方式学习，会更容易记住脑海里。除了针对人的设计，学生在观察导盲犬与视障人士的现有状况后，针对导盲鞍展开新的想法，增进两者使用时的便利和安全。第一个要点是我们提出了就是可以做身形调节的部分，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做快速穿戴的装置，然后让视障者可以快速的去穿戴导盲鞍。在这个地方，它也可以去做把手的角度调节。那有时候搭乘交通运输的时候是会坐在那个视障者的椅子下面的，所以我们可以依照不同的情境去做角度调节跟需求的使用操作。我们第二个功能是夜光功能的部分，然后在夜间的时候可能比较不会去注意到全肢的部分，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鞍具内部，我们有加装了感光元件去连接灯条，让周遭环境感到就是比较黑暗的状况下，它会自动发亮，然后以达到警示的效果。最后一个我们的功能是我们有提出生理感测，我们在鞍具内部加装了生理感测器，然后去侦测犬只的心率以及它的生理状况。它也可以连接到我们的手机 APP， 它感到不舒适的时候也会提出警示声，然后来告知视障者他现在的状况是不舒适的。手机的 APP 也会去发出警示声说，你有没有需求需要去拨打电话给兽医院去做就医，然后在 APP 里面收集的数据也可以协助兽医可以快速的去
得知犬只的状况，然后进而就诊这样子。传社系日夜兼部的同学观察生活中的各种细节，并实践脑海中的创意，在臂展上呈现耗时将近1年的成品，希望将理念扩散到社会的每个角落。记者周福庆、刘伟霆、李凡飞高雄采访报道。2年一度的台南市渔光岛艺术节，其中一个主题就是重绘地海之岛，由艺术家李玉生所创作的昆岛神舟，结合多位艺术家，组成昆生王船小镇头，绕行渔光岛，让原本静态的作品透过信仰灌入新生命。2023渔光岛艺术节以重绘地海之岛为策展主题，邀请艺术家李玉生深入踏查渔光岛的在地信仰之后，现地创作出昆岛神舟，设置在渔光岛的天宫坛展出。这也是艺术节举办以来第一件结合在地信仰主题的创作。渔光岛以前的古名叫三鲲参，然后鲲参其实是鲲是传说中的一种大鱼，然后参其实就是沙洲浮起的一个凸起的轮廓，然后它有一个我觉得是忘形生意的一个联想啦。其实鲲参我们放大一点是渔光岛，我们再放大一点，其实鲲参之岛讲的就是台湾。然后这个作品其实就是承载了渔光岛的历史，是因为渔光岛我们这小小的这个岛上其实就有10几间公坛，然后这10几间公坛其实过往都是家庙供久了之后，然后互相交配，然后就是茁壮，人茁壮，生命也茁壮之后，香火绵延到现在，然后就变成就是大家的公众的公庙。然后我觉得这跟台湾的先民以及我们的台湾人民在这块岛上的奋斗过程，其实也是一个缩影啦。所以这个作品其实它一个简单的意涵就是先民跟我们的众神就是乘着昆岛神舟，然后来到就是我们的台湾昆岛之后落地生根。这次我们特别邀请艺术家吕玉生制作一艘昆岛神舟，用一种艺术家不一样的视野来看待游境这一件事情啊。那今天特别规划了一个小绕境，我们希望从这里天宫坛出发，然后走过游天宫，然后一路到庆和坛，做一个小小的一个绕境，也让大家理解渔光岛这个宗教信仰的脉络，也让大家看看，其实用不同的艺术家当代的艺术手法来诠释基本的传统的一个信仰。昆岛神舟昆生王船绕境渔光岛，在声音的部分是由电声音乐团体山声献艺以2022的专辑《八仙》作为演出曲目，阵列其后的众神包含由廖以琴装扮的昆生女神，以及拼场电器神将团的千里眼跟顺风耳将军，以台湾海洋文化与海洋神话演化而成的特殊阵头来绕行渔光岛，也成为这届艺术节的活动亮点之一。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位于高雄市前镇区西山里的开心学园，是相当受长辈欢迎的社区关怀站。但奇怪的是，1个礼拜竟只上1天的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让我们一同去关心一下。上课喽！西山里开心学园准备开始今天关怀站的课程。台上老师先教大家松松肩、拉拉背，后面一些晚到的长辈则匆匆赶到关怀站上课，只是怎么都一个个往地下室走去。原来关怀站的位置位在大楼地下室的1楼，社区长辈来上课得先通过长长的阶梯，缓缓走下来报到。不止如此，受限于地下室的空间，开心学园设计了许多有趣以及对长辈身心有益的课程。但是碍于法令的规范，只能1周开1天课，对于想要多上课的长辈而言实在不够。对此，关怀据点理事长则无奈地表示，西山里人口密集，租金并不便宜，学园资源有限，目前只能以地下室作为教室，希望日后有更大更好的场域，能让长辈开心上课。因为我们西山里地区，我们的长辈有1000多名，那人数越来越多，但是场地有限制。而且呢，这个空间又是地下室，所以我们真的很期待给我们的长辈有一个更好的空间，可以让他们在这里活动。开心学园这个所在真好啊，不过1礼拜1遍尔，伤少。看会当搁争取较大的所在哦，互大家较侪来上课。
长期关心里内长辈，西三里里长陈天香也看到关怀站的困境，希望能够在里内找到更适合长辈上课的地点。由于先前已经有大同国小以及新仁国中成立日照中心，成功将学校闲置的教室活化，里长也希望能够跟进，配合同样关怀地方长照议题的议员，一起协同努力。我建议是那个市议员还有市长能够把学校这一方面剩余的空间挪出来，让我们这个长辈继续来参与。我非常感谢西三里的陈天香里长，还有我们张理事长那他们很用心来规划这个开心学园，因为现在的地点是在地下室那变成长辈们必须要上楼跟下楼可能会比较没有那么方便所以我们也积极来寻找比如说周遭的学校基本上有个闲置空间，那可不可能来释出或活化？用什么样的方式跟我们这个开心学园来结合，让我们长辈要进出会更加方便。少子化以及人口老化已经是台湾上下阶层急需要面对的严肃课题，而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与再利用，或许是兼具社会成本以及永续环保的好方式。里长和在地的议员真诚的希望，一起为里内的长辈创造更好的终老环境。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台南市保东国小自111年学年度参与广达文教基金会的设计学习计划，让学生锻炼具体运用资讯科技以及创意实作的能力。今日他们参加黑客松全国赛，以无邻无爱为主轴，动手做出多款数位产品，获得双铜的好成绩。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你早餐要吃什么？画面上的这个 AI 机器人竟然可以用台湾国语来对话，用打字的方式就可以聊天，甚至是听歌。你想要听什么音乐？然后我们的音乐有6种，第一首是芒果花，第二首是女人的一生，第三首是甜蜜蜜，第4首是雨夜花，第5首是望春风，第6首是佛经。最重要的是佛经。佛经呢是我们班同学自己去录制的，非常好听。南无那达迦耶耶，南无那达迦耶伊地耶，阿摩萨萨婆耶。这些都是台南市保东国小的学生结合数位科技所做出来的作品，而且不只有 AI 机器人，还有运用 VR 结合自己所拍摄的360度家中全景图，另外也运用 Arduino 制作出钢琴、黑胶唱片机，甚至是踢踏舞机，借此训练灵活度，达到居家运动的效果。孩子们透过自己的创意发想，了解生活当中长者所会遇到的一个问题，透过他们所学会的运算思维，还有包括我们城市设计的能力，再加上我们现在行政院跟教育局所推动的生生用平板的这样一个政策，透过这样的一个数位科技的一个能力，来解决我们社区长者所会面临到的这样的问题。台南市从110学年度与广达文教基金会合作推动设计学习计划，目前全市有6间学校，保东国小以 STEAM 融入课程，在当中积极培养学生创造力以及思考能力。STEAM 教育就是包括science 科学、科技 technology， 然后艺术 art， 然后我们的 engineering 工程以及数学 mathematics 这几个面向。日前的黑客松全国赛，保东国小得到2面铜牌的佳绩，市长黄伟哲与教育局勉励要再接再厉，作品的部分也已经完成数位化，欢迎大家透过 APP 或学校网站随时体验。记者杨顺怀台南采访报道。五福国中有一座50年的老看台，是许多五福学子的回忆。由于年久失修，看台上有多处混凝土剥落，经过家长会捐助经费，历经2个月的清理修补和粉刷彩绘，最近才以亮丽的新装登场，成为校园最美的风景。阶梯式的看台从上而下呈现由浅到深的绿色渐层，看起来绿意盎然，非常清爽。但其实在2个月前，看台可是爬满树藤，里面还有混凝土剥落、钢筋锈蚀的问题。如今变成这样的面貌，学生都觉得好看多了。绿色给我一种很柔和的感觉，那其实会让我觉得说，在这个操场上运动啊，或者是做其他的活动的时候，都会有比较舒服、比较放松的心情这样子。有慢慢的就是他从一开始的斑驳
过，然后变得有一种把它换上新衣服，变得很绿意盎然、很漂亮的感觉。五福国中这处看台已经有50年的历史，由于校舍主体在3年前全面翻新之后，只剩下老看台和旁边的旧校舍还保留着。当时学生们坐在看台上为校庆大会排字，或者看操场内的运动比赛，是许多五福国中学子的记忆。尤其他们在年轻13、14、15岁的时候，在这个看台曾经坐在上面做啦啦队的表演，或者尤其运动会的时候，也会在上面做一些排字的演练。所以对他们而言是一个非常有深刻、有记忆的儿时的记忆。虽然老看台年久失修，但学校也不忍将它拆除。一方面将争取经费进行看台的耐震补强，另外一方面则在家长会经费挹注之下，清除树藤、修补墙面，再进行粉刷彩绘，才在57年校庆时以亮丽新装登场，成为校园最美风景。我很幸运能够在毕业之前可以看到五福国中有这么漂亮的看台。在一次体育课的时候呢，我就往看台看了一眼，就看到几位工人非常辛苦的在大太阳底下把漆刮掉，并且要准备重刷，所以才察觉到原来我们看台要翻新了。初步的那个鉴定觉得有进一步再做详评的机会，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耐震补强的方式，让这个看台能够重新使用？那个结构安全的时候，开放给学生重新来使用。另外，这种名为霹雳的树藤爬满看台外的围墙，再垂挂下来，形成一道特殊的植栽风景。学校和社区会加强维护，共享这处美景。我曾经看过很多婚纱摄影的新人，在我们的这个看台的后面这个上衣街上面这样子拍摄婚纱，也许是我们的校友，他们感觉到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高雄市的校园内有这么一座大型看台是相当少见。五福国中身为市中心的绩优学校，也致力改善硬体设施，而将这座具有校史记忆的看台保留，才能够勾起校友们那段美好的回忆。记者潘志光、赖昌邦高雄报道。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徐曼珍，祝你个愉快的周末，我们再会。